大家好啊，我係街坊陳，多謝大家又嚟到我呢個頻道街坊話事。今日我想講一講呢，就係近來一個算係都係一個城中熱話嚟嘅娛樂版啦就係呢個李嘉誠怒告呢個娜姐就告佢呢個誹謗啦。事緣就係佢覺得娜姐 Sir 都利用佢個名就類似即係話佢曾經包養過佢即係總之用佢個名聲啦，就去從中獲利啦例如宣傳呢啲電影或者曝光率咁樣之類啦咁樣。咁其實坊間都好多 KOL 都講緊呢件事啦。咁我試用一個唔同嘅睇法去講講啦。咁我先睇翻個時間表。咁就我覺得都唔知係咪叫做君子報仇10年未晚啦。個時間表好得意嘅。就2016年嗰時咧，李嘉誠咧就曾經咧就已經警告過即係透過律師啦就警告過周秀娜就唔好再用佢嘅名聲去做一啲即係羅列一啲新聞出嚟啦，咁樣一啲話題出嚟咁樣啦。咁好得意喎，到而家2026年啦，即係10年之後先至又正式又揾律師樓去提告，而且咧就唔止告周秀娜一個，咁仲要夾埋呢個 Google 同埋另外5個 channel 咁事緣點解又會李嘉誠點解又會即係有個引發點咧？咁可能真係因為喺去年嘅即係2015年嘅6月份啦，有個訪問啦。咁就呢個叫女人謊言，咁就周秀娜咧又去即係喺個訪問度係再次強調講明先佢係強調佢唔認識李嘉誠咁就可能又觸發到佢咁佢嘅神經咁到而家情人節啦，可能情人節之前啦，你送份禮物俾周秀娜咁啦。咁其實好奇怪個時間點，真係唔知點解會燒條筋咁，因為最近嗰件事嘅觸發點都係講緊上年嘅6月咁我唔知喺呢段時間發生過咩事咁我諗相信咧一啲可能佢自己本身可能因為周秀娜呢件事咧，可能真係會喺家庭上同屋企人上有啲拗撬，即係拗下可能頂跳起唔腳啦咁就可能有啲事啦，同老婆嗰啲嘢啦，可能估嘅咋，呢個純粹估嘅咋咁樣就突然間又要提告咁樣啦。咁但係我想講講Google 咧，其實佢提埋告埋 Google 咧，其實我覺得好搞笑嘅一件事。其實 Google 其實算一個中立無知嘅平台，咁你告 Google 就其實就個意義不大嘅。咁你網上邊都好多唔同嘅，有好多唔同嘅 comment 噶啦。咁 Google 係好難去全部一樣去 fact check 噶嘛？呢個係真係其實好不切實際噶嘛？係咪先？咁另外就有5個 channel 啦。其實嗰5個 channel 都係娛樂台嚟嘅，基本上係娛樂台嚟嘅。咁娛樂台都係嗰啲噶啦，肯定就吸引眼球，嘩眾取寵一定係咁噶啦，係咪先？咁但係又多唔多人信咧？其實我就覺得呢一件事，我仔講呢一件事其實坦白講，佢冇因為呢件事搞到娛樂版頭條咧。其實我係一路都唔知有呢一件事嘅，可能我對周秀娜嗰個關注度又唔係好足啦咁其實我冇聽過呢件新聞嘅之前我自己本人但我相信好多人都會有聽過嘅咁我略講講啦，周秀娜呢個人啦，我對佢嘅睇法啦。其實我對佢嘅睇法就普普通通嘅啫。咁我就只係如果識嘅呢個人咧，就可能十年前10多年前咁，因為出寫真，咁佢啲寫真就比較喺嗰陣時候都比較出位嘅咁就可能用啲牙膏擺口度咁樣，即係令到影射一啲意淫嘅意識啦咁呢個係肯定噶啦咁你問我呢個女仔係點？咁講真，佢對嚟講佢個
個樣就我覺得就麻麻嘅啊，即係可能比較俗啦，撈味比較重啦，即係咁樣啦。咁身材係 OK 嘅啊，但係唔高啦吓。但係有時候但係我覺得呢個人係呢個女仔幾 aggressive 嘅啊，因為我平時睇到佢一啲戲，譬如一啲訪問啊咁樣樣，佢對答係 OK 嘅，我覺得反應快啊，叻女嘅，有文有路嘅講嘢，算係世界女嚟嘅吓。但係電影嘅做戲識唔識做戲就我覺得唔會特別標青啦，肯定吓即係呢個我就對佢個人睇法咯。我對佢冇反感入的，亦都冇特別對佢欣賞佢特別啲乜嘢吓咁樣樣。咁另外嗰位主角啦，李方丈啦，係咪？唔使講啦，城中嘅富二代啦。咁我就講一講佢提過嗰幾個 comment 啦，即係講講啦。嗱，第一佢就話佢受到侮辱，因為呢件事上邊受到侮辱。咁我又因為呢件事我翻查翻，即係因為呢件事我先翻查睇翻以前周秀娜對呢啲事情嘅反應啊，或者佢一啲公開場合嘅表態啊，咁啊坦白講，我又唔覺得去到一個侮辱嘅成分喎。我又真係唔覺喎。不過可能嗰個侮辱就唔係源自於直接從周秀娜嗰度嚟嘅，可能佢啲侮辱可能係受到佢啲伯父即係細叔伯，可能有時候潤下佢咁樣食下飯，咁問你你係咪玩過乜啊？玩過邊個玩過邊個啊？咁樣樣，咁可能有啦吓。我諗我相信佢侮辱嘅意思，可能係嗰個疏細嗰度嚟啦吓。咁就第二，咁佢就話覺得重提呢啲事情啦，就相信即係喺上年啦6月份嗰個訪問啦，重提呢啲事咧就係個傷口上撒鹽。咁其實我又真係又見唔到有咩傷口喎，個傷口係邊度嚟咧？即係講真，香港人咁多男人嚟講，男人老狗嚟講我覺得大多數男人老狗嚟講香港即係香港嚟講，都唔會覺得呢樣嘢會形成咗個傷口出嚟嘅喎，係咪先？咁可能呢個傷口咧，可能係咪佢應該就唔係，又唔係周秀娜直接俾佢噶啦，可能係咪個傷口係俾佢老婆俾佢噶？可能佢老婆一日冇嘢做就一日攞一件事嚟講，喂，即係其實唔奇噶，我講俾你聽，我見到好多情侶，其實真係有時候咧，有個相處方法咧，男同女相處方法咧，就係其中嘅方法尤其是女仔嗰邊因為我之前識過咁嘅人嘅，真係識過咁女朋友嘅，佢嗰個維持關係嘅方法，其中一 part 就係平時冇事搞事。但係佢咧，佢其實自己本人唔覺得冇事嘅，佢只係覺得嗰樣有，即係可能有少少懷疑，佢就放大，耐唔耐攞出嚟講，耐唔耐攞出嚟講。可能咧，其實因為咧，點解咁講咧？因為阿李方丈講真，根本唔係傻噶嘛，佢有頭有面，佢真係其實講真，佢如果唔係背後有啲嘢，有啲煩，佢都唔會搞呢啲事出嚟嘅。你估好聽咩？搞到成全世界都知，好似我頭先啱講啦，我原本都唔知呢件事嘅。佢咁樣搞到咁，我反而知，係咪先？所以我相信個傷口啦，就應該可能就係喺家庭方面嗰度形成嘅，佢本人。咁另外啦，就係第三個 statement 啦，佢就話一個拿捏咧要超乎合理嘅界線。唔合理合唔合理？
講真，又唔可以有100%話唔合理嘅。咁嗱，事實係咩唔知道。咁城中富豪玩明星，其實係非常合理嘅。爭在你有冇相睇到，有冇好確實嘅證據咧？係咪先？就唔夠諗話係咪即係完全唔合理？合理到即係唔可能咁，唔係噶，係咪先？哦，咁當然嗱，如果你問翻我轉頭，其實我個人認為，因為佢哋雙方咧睇佢哋啲對答啊，即係個表態咧，其實我又講真，我相信咧真係應該即係包養啊咩私生子啊呢啲，我個人認為啦吓，我覺得應該都係冇發生嘅吓。咁另外仲有一個啦，第4個 statement 啦，好啊，要停止呢個網絡欺凌。哇，呢個大膽都扯唔埋啦，咁都算呢個網絡欺凌。咁啊，真係嗱咁樣講，因為咧而家咧一啲富二代啊吓，即係由細至大喺溫室環境長大，佢哋好多受唔到啲閒言閒語嘅，可能少少事咧，因為你。嗱，講真，佢人生裏邊，成日接觸嗰啲人都係同佢前呼後應噶啦，好少會話有人批評佢啊，甚至係講下佢啊，咁好少噶嘛。因為嗱，即係講真，佢唔係白手興家噶嘛，係咪先？咁可能真係受到少少閒言閒語啊，或者呢啲嘢聽幾句之後就頂唔順啊，咁樣。我覺得，但係如果你問我呢個唔係算係一個叫網絡欺凌咧，其實我真係覺得遠遠不及嘅。所以咧呢件事嘅我最後睇法咧，咁其實我覺得李方丈咧應該就其實都逼不得已嘅。唉，唔通真係好鬼得閒咩？搞到全世界都呢啲聽到啲咁嘅花邊新聞都唔係好事嚟嘅。另外我想睇對呢件事嘅睇法咧，我就覺得呢件事咧，最終咧，我相信咧佢得到成效咧，應該就夠噶啦。就希望周秀娜咧就唔好再消費佢，用佢咩消費佢啦。即係直情講到就話，你再去強調去否認咧，都唔想聽到嘅聲音。其實咧都幾慘下噶吓。其實因為呢個世界真係講真。香港最寶貴係咩啊？言論自由啊嘛，係咪先？如果咁都用靠錢去唔俾一個人去多次澄清，佢冇做一樣嘢，其實佢都幾慘噶。都係嗰句，可能周秀娜係 enjoy 嘅吓，但係咁樣我都覺得，都有錢人玩晒啦，嗰句啦，嗰個意思啦，咁另外我就覺得咧，呢件事咧就最後應該就唔會去搞到去開庭咁誇張嘅吓。最後我想講嘅就係，我覺得我係偏向於希望更多嘅言論自由啦。只要你唔好煽動到人哋做犯罪，我覺得一定嘅言論自由係需要嘅。而且我係相信咧，香港人係有一定嘅文字嘅。我哋香港人其實係知道乜嘢，即係識判斷噶嘛。你唔通係人都知道噶啦？就係因為香港嘅言論自由，所以知道好多網上嘅新聞或者報章嘅新聞都可能好多係假嘅，係咪？我哋自己識判斷嘅。好，咁好啦，多謝大家，係講到咁多，希望大家 subscribe 我呢個頻道同埋建設細路兒，下次見，拜拜。